三甲来启用，启用文第37篇，箴言23篇。我的囝，你的心若有智慧，你的喙若讲正直，毋通心善歹人，将来一定有愿望。我的囝，着听，着有智慧，着听趁生你的老爸。着买真理，毋通卖。正直的人的老爸会大快乐。着互你的爸母欢喜。我的囝，着将你的心交托我。三甲额头来祈祷，天父上帝，阮感谢你，感谢你所赦免阮的罪，成做阮的救主，互阮一世人跟在主的骹步，会当伫你的圣殿内面效念你的恩典。主啊，伫即个幽闷的世界，阮时常拄着世俗的风影，若好势，黑暗的云雾打落来，看无头前的路。要安怎行？阮心内真惊吓。感谢主，伊拢互阮知影，加载阮有主耶稣。你日时眠时引带阮到平安的厝，阁施恩救阮到永远。主啊，阮为着你一切安排，深深感谢你。主啊，感谢你听阮世间正人，虽然阮有极大的罪过。背逆天父性命，真做天父对敌，你犹原也是疼阮。想使独生的圣囝主耶稣用宝血来洗清阮的罪，阮感谢你疼阮到安尼。主啊，阮要为着阮的国家台湾来祈祷，求主使政治人物公义、正直、人民的心，互因所讲所行。拢有疼台湾这块土地的心，为着大家将来来拍拼，无求家己的利益，互阮有坚强的执政团队来面对国内甲国外的挑战。主啊，我们要为着世界的动乱来祈祷，因为你是动乱中的主，阮相信你掌权伫每一个战争、每一遍关税谈判。因为主的同在，阮伫动乱中袂惊吓，坚强徛在。你使阮平安喜乐，因为阮知动乱拢会过去，只有主永远伫地。我安尼恳求甲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免。赞美，今仔日要请雅音合唱团来献诗，因要吟的诗歌是《耶和华是我牧者》。
恭听上帝的话，今仔的经文记载伫圣经马太福音第5章第4节。忧闷的人有福气，因为因要受安慰。讲道今仔请所进在牧师，伊要讲的题目是忧闷的人有福气。平安。耶稣讲：忧闷的人有福气，忧闷的人要怎样才有福气？忧闷的人毋是得忧郁症、胃溃疡无得困袂去，才有福气啊！8号的第2条。是日本的台语讲，为着做寡悲伤的人，实在有福气，因为上帝要安慰因。忧闷伫英文有人甲翻做 mourning 的意思，讲为着生命的凋零，是讲活伫做寡悲伤中间的情景。像你即摆咱每一个人生命中拢蕴藏一寡忧愁、苦痛，无完全，也是讲无满足。这物件毋若互咱流目屎、悲伤，甚至咱有个人爱一世人为着这个来背重担甲苦痛。所以，什么是忧闷的人要怎样变做有福气？这段圣经袂当为里面去了解，咱一定要倒来耶稣迄个时代。耶稣讲什么？讲这段圣经后壁马太第6章，耶稣讲：因为安尼，我甲恁讲。毋通为着恁的性命烦恼要食什么，恁的身躯要穿什么？恁的性命敢无比食物较有价值？身躯敢毋是比衫裤较有价值？恁何必为着衫裤来操烦？试看天中的飞鸟无种作、无收成、无积蓄伫측仓，恁的上帝嘛安尼养饲，恁敢无比这个搁较贵气？恁毋通操烦讲，阮要食什么？阮要啉什么？阮要穿什么？这两个大圣经落去对比，你会感觉讲安尼真矛盾，真矛盾。我住伫新竹圣经学院上水迄间宿舍，宿舍门口有大树，足侪大树，草坡足水的。那落大雨了后有真侪鸟啊，拢来遐。你知迄鸟要创啥无？食饭啊，系啊。因落雨迄个土会较软，较软的时因就感觉看就剁，就食迄个稻滚蚯蚓，就剁起来。我感觉一直看，然后2当前阮牧师娘拄要煮中昼，伊讲下昼要食什么？我就读这段圣经。我讲耶稣讲毋免忧愁，要食什么？要啉什么？要穿啥？伊讲你下昼甲迄鸟甲我看你要食啥，记载你去。当然，这是一个笑话啦其实这段忧闷的人是咧讲啥？有神学家咧讲，既然为着世间苦难，为着家己的罪恶，心碎的人有福气，因为伊要伫伊的忧伤中间来看见上帝的喜乐。咱倒个想耶稣，耶稣到底心内咧想啥啦？耶稣为着什么代志咧烦恼甲悲伤？耶稣讲这段话，对当时的学生，对当时军队的人，一定有一寡期待要求。那呢，耶稣今日对咱这每一个做基督徒来军队的人，伊爱咱为着什么来背长大？耶稣爱咱为着什么来悲伤？耶稣爱咱为着什么来依靠？就要离开律法主义捆绑的生活。主啊，我是一个罪人，我是一个罪人。嘛会使安尼讲，咱若是为着家己的罪，感觉家己未堪伫来得到这个稳定，咱感觉承受极大的忧伤的人有福气，因为这款的人要伫上帝得到真大的满足。伫路加福音第5章记载，耶稣行一个实验，因为彼得去掠鱼，
规暝掠无鱼，耶稣爱伊甲船开到最深的所在。这个结果就是这个船掠真侪鱼，这个船向要沉去。伫迄个时阵，路加伫遐写一句话，伊讲：西门彼得一个看见安尼，就跪落去伫耶稣的脚前，讲：我主啊，请离开我，我是一个罪人。伊讲：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咱这使徒彼得对主久久，什么代志伊毋知影，掠伊的代志伊头都毋知影。总是伊伫迄个时阵，伊才发现伊所跟随的这个人，这个耶稣基督是有伊的神圣甲伟大。伫迄个时阵，伊才承认讲，我是一个罪人，而且肯降服伫主的面头前。兄弟姊妹，伫十字架救恩的头前，在面对这款的救赎，咱才会发现讲咱的罪，咱才会发现讲咱的心灵。迄种破碎的悲伤，一个人除非经验这种极大的苦痛甲悲伤，若无咱永远毋知影救恩的甜蜜、救恩的快乐是甚物。一个人若袂当为着家己的罪来忧伤，伊绝对袂悔改啦。所以真正的悔改是咱心灵迄个目睭你要拍开，你要看出家己的罪性，看出咱家己的无完全。咱来倒转来耶稣迄个时代，耶稣咧讲啥？因为当时犹太人伫信仰活脉顶面，因是可怜的，因为传统的律法，迄种的信仰的捆绑生活中间，表面上大家拢规规矩矩啦，大家拢真守规矩，表面上拢遵守摩西的律法甲教示，总是伫因的内心充满骄傲，充满罪恶，充满一个背逆上帝的作为。大家拢只骄傲，我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子孙，我的身份遮尔神圣，遮尔高贵。罪人是啥物？迄罪人就是遐娼妓、遐抽象的、遐外邦人啊！兄弟姊妹，咱今仔讲迄外邦人，啥物是内邦人？其实即句话真无好势啦吼。感觉外邦人毋是犹太人，恁才是罪人。所以无一个人会承认家己是罪人，无一个人感觉我需要耶稣基督的救恩。所以耶稣期待这犹太人、这以色列人有一日会当脱离祖先这种律法信仰主义的捆绑，而且离开迄种传统无好的信仰规矩，来进入真正救恩的门。所以诗篇51篇17节讲忧伤痛悔心，上帝的确无看轻伊，无看见伊。现代基督徒有一个真大危机，就是家己感觉真好，自我感觉良好。特别这个时代真侪目者爱讲咧成功神学咱来看讲遐感觉真有成就真好业，真有地位真有头面的人咱才伫教会咧出入才伫教会出入。有当时咱若逐项拢好，逐项拢真满意，自我感觉良好，其实咱就毋免上帝啊！咱的心内其实无上帝因为即摆今日咱来就近主，羡慕上帝救恩，拢是伫咱走投无路，伫咱拄着困境，伫咱拄着失败，真苦痛，甚至拄着亲人的死失，种种的患难甲试炼中间，因为即款的处境，才会催逼人来承认讲。主啊，我是一个罪人，我是一个软弱的，我是一个无完全的人。咱才有可能因为这款的处境来忧愁苦痛，咱才有可能伫遐拼扛家己，用忧伤痛悔的心谦卑来就近主。安尼，咱才有可能伫遐得到迄种款真正上主上帝的安慰甲帮助。有一日，才会温藏伫咱生命中间迄款。忧伤的种子，忧伤的种子，这个种子藏伫咱的生命中间，有一日一定会成长，会开花结果子，一定会成熟，成做一个美妙感动人的见证。除非咱经过这款的历程，咱袂当成对上帝手中迄个美妙的见证。
忧闷的人福气，爱用怜悯的心来看开这个世界。伫路加福音19章14、14节记载讲，耶稣最后对伯大尼，就是橄榄山要入耶路撒冷的时阵，伊伫遐看见整个耶路撒冷甲所听的百姓，耶稣为着这个城市，为着这伊听的同胞来流目屎，耶稣伫遐讲啥物？耶稣讲：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几届杀害先知，各用石头甲因拍死遐车肯到你遮来的人，我几啊届甲恁诛杀，亲像家母哭迄个家仔囝的实的下面，总是恁无爱，总是恁无爱。伫路加19章，耶稣伫遐经过这个耶路撒冷的这百姓，讲上少你今仔日会通知影，怎样会通得到，嘛真好。但是你即摆看袂出来，因为日子得要到啊。迄个时，你的敌人要包围你的周围，做堡垒来包围你，对四面甲你封锁起来，也要将你甲你城内的百姓完全拢甲你毁灭，无一块石头卡少三贴。这是因为上主来拯救你的时，你拢唔知影你的好机会。拄啊，咱读这两段圣经，爱对主后70年犹太人因为反抗罗马政权，所以提多将军带兵将耶路撒冷包围起来，后来将耶路撒冷来毁灭。迄是一个人间的地狱啦，迄足苦痛的吼。历史上记载这段故事。倒转来想耶稣，咱倒转来想耶稣是咧为什么？伫这个中市大道，就是这个橄榄山要落去耶路撒冷的时阵，而且半路中间，像你即摆你若去圣地旅游，导游拢会带你去一间教堂，叫做内迪教堂。这间教堂真细间啦，我毋知遐你即摆你有去过？伊的造型拄啊一蕊目屎、眼泪、所以叫做内迪教堂。真侪人去这个土来观光的时阵，你一定要徛伫这个堂啊，因为这就是耶稣当时靠你耶稣这段圣经伊徛的所在。耶稣伫遐看出整个耶路撒冷城，对徛伫这个所在，你才会看出耶稣内心的悲哀中间，伫遐体会耶稣基督的仁慈甲怜悯。我唔知影你话你有这个机会哦，你遐看你遐看整个耶稣徛的所在。今仔日独咱对人的忧闷，对世界的苦痛，对世界的悲剧中间，咱才会去看到人的悲悯，咱才会当发现经验上帝的慈悲。上帝，咱定咧讲迄个拯救的恩典是啥物啦？这个基督教是关心人的宗教。耶稣基督为着这个世间，也是为着关心这世间人的不幸甲苦痛。这是一个真重要的福音。那呢，今仔日像你即摆咱你遮拍拼，咱的辛苦是为着什么啦？基督徒常常自私自利，把这个代志拢放在一边。咱感觉咱无去尽这应该有的社会责任啊。路加福音咧记载这个有人讲这是山下宝训吼，甲马太无啥共款，伊写无共款。伊讲，恁现在咧哭的人实在有福气，因为上帝要互伊笑啊。哦，甲对咱读的写无共款。诗篇126篇第5节，流目屎也整死的。流目屎，迄个流目屎带精子出去的，的确要带伊的丈伯欢欢喜喜倒转。今仔日咱爱有耶稣基督这款悲天悯人的心肠甲决心，咱才有可能伫这个世界忧伤的目屎中间，来起做上帝救恩喜乐满满的迄个国度，咱才有可能去参与伫这个国度的起做。这段圣经，忧闷的人有福气，嘛是耶稣真重一个蒙训的对学生的宣言。
重点咧讲迄个，就爱背起十字架来军队主啦。有人咧讲迄个登山宝训迄北方哦，迄是耶稣学生的训练班的宣言啦，迄一个宣言。迄毋是伫北方山顶里啊吼，坐咧哦，恁坐咧啊，位头一直念，一直念，一直念，毋是啦，迄是一直扣起来，一段真久的时间，耶稣带学生去一个真安静的所在，用真长的时间，甲因三甲做伙，你啊一句一句慢慢来教导学生的一个信息。所以有人讲这是蒙训宣言，就是一个开班的迄个真重要的教示。耶稣爱学生为着罪，为着义，为着将来的审判，为着上帝的国度来游问，来审喙，来背当当，来成做一世人献身拍拼的目标。伊接续这个登山宝训了，耶稣甲因讲啥？耶稣讲：无背十字架来对我的，未堪得正做我的门徒，未堪得做我的学生。这也是耶稣讲这句话，爱学生真清楚去觉悟的所在。做基督徒是爱背十字架来军队主的，是爱有负担、有代价的侍奉甲献身。无有一个人会当凊凊彩彩讲我来做基督徒来军队主。咱若对今仔日对咱家己的身份，咱若对生命有限性无清楚甲无了解，咱若无对上帝所创造的世界甲尊贵的生命无所期待甲疼惜，咱若对活伫咱身躯边的亲人朋友兄弟姊妹无负担甲付出，咱拢袂当真正成做上帝国的国民，袂当成做耶稣基督的学生。耶稣讲，既然要救家己性命的，的确会丧失伊的性命。总是人若为着我来牺牲伊家己的性命，颠倒会得着，颠倒会得着。啊，这是一个真奇怪的圣经节，都无去啊，要安怎会得着？哦，丧失性命，要怎会阁得到性命？每一个基督徒拢会经历这种失甲得的属灵性命的经历。咱会节节放杀，节节会阁得到，都要得到。拄啊，亲像使徒保罗伫哥林多后书第9章第90甲第10节，伊所立啊来回应耶稣这种的呼召。伊讲，互人看做无名小卒，不过正人拢捌伊；互人看做那亲像死人，但是恁看伊得活，虽然受处罚。不过无互人抬视，虽然有悲伤的代志，总是时常快乐。愿那亲像散车，总是愿互真济人富裕。愿那亲像无半项，但是实在逐项拢有啊。中文的圣经咱可能会较清楚啊，拄好大家咧背会哩。似乎不为人所知，却是人所共知的；似乎要死，却是活着的。似乎受责罚，却不致丧命的；似乎忧愁，却是常常快乐的；似乎贫穷，却是叫喜的人富足；似乎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这是真正军队主的人，伊真实对心内的感受。这款的福气，也是受颠覆的。颠倒头变的一个价值，无共款的福气。有一个版本的圣经，甲伊翻译做讲：神圣通羡慕的快乐，神圣通羡慕的快乐。迄个甲咱讲啥？迄个甲咱讲真正幸福哦。那咧讲，即个人得到什么？伫我的生命中，加什么加什么得到什么？是在伫即个人知影家己是什么，我的生命是什么？耶稣所讲的福气，毋是讲咧讲人得到什么物件。一般世间人讲的福气是身外之物啦，就是身外之物。耶稣讲的福气是无受者的影响的福气。假使一个人感觉讲我有福气，是因为我今仔真侪财富，有一日这个财富会无去啊，会离开你的身躯边，你就变无福气啊。哦，咱电视咧广告爱啉什么才有福气？你毋知？
保利达比啊，迄个讲福气啊，迄骗人的啦。有影入去管你就有福气啊。当然，咱需要物质、金钱的生活，总是你若甲你的思想拢放伫遐、寄托伫遐，你才会无去，迄就无福气啊。咱就感觉生足侪囡仔，遮侪囝孙伫咱的身躯边，吼，子孙满堂才福气。有一日咱的囡仔会离开咱，会离开咱。哦，咱年纪大时，渐渐感觉较孤单。你就感觉你的幸福、你的福气拢无。今仔日咱有权位，咱有跑哦，你感觉才是福气。有一日才买拢无去，因为你无伫迄个位啊，你无伫迄个位置上，你就无福气啊。我过去听几个会友吼，伊拢骂迄个民进党骂啊要死，因为过去有18%的。即摆剩无几趴，钱减足少，即减足济啊！伊就感觉无福气啊，就好怨恨遐什么人，怨恨什么人。迄你即摆福气、幸福，关系咱家己对家己，关系咱对别人，咱对世界，咱对上帝国的看法啊，甲对上帝国看法。信仰伫即个中间咧，甲咱讲什么？耶稣认为有福气的人，伫世间人的眼光无的确是不幸的。世间人看作幸福、福气的，伫耶稣的眼光，颠倒是无福气的。今仔日咱若将所有的心血，拢放伫迄个世间看会到的价值的事物中面，兼且咱会得到伊啦。有一段时间的福气，总是这是短暂的福气，世俗的福气。颠倒老兵，咱若将一世人的心血，拢投资伫对上帝的忠心，对耶稣基督的尽忠。虽然检测有真侪烦恼、真侪试炼、真侪挑战，从你上帝国的报酬是大，这个福气快乐是永远别人无法度对咱的生命中来甲咱抢夺的，来甲咱抢夺的。所以咱要得到天理的报酬，咱就要常常成做一个心内所向的人，感觉无够，感觉欠缺。感觉我需要上帝的救恩，咱就要常常为着家己的罪，为着家己的软弱来悲伤，为着家己袂当成做更较好上帝国的国民，袂当成更较好上帝好的罗卜来悲伤，来悲伤，来忧愁。最后这个是咱讲啥？这是第一章待完成的上帝国伦理啊！伫第二章还未完成的上帝国伦理。8福就是咧讲这，伫圣地加利利海边北边，大概加碧龙的所在有一个阴谋，迄个山，迄个山下口有一间即个教堂，即个教堂拄啊八面起八角形，即个八角每一角拄啊有即个8福，耶稣讲这8福拄啊一角吼，有真济即个无共国的即个文字写伫遐吼。2000年，主要2000年5月，我捌带一团的会友去这圣地旅游，就感觉礼拜头前的树仔骹吼，感觉唱8福，唱8福，伫遐做礼拜，感觉真有意思吼。8福是咧讲啥？有文的人有福气咧讲啥？咧讲迄个，这是一个上帝国第一章待完成的伦理啦。虽然伊是真悬一个理想生命的情景啦，但是毋是将来有一日咱去天堂荣耀的福气啦，将来毋望的福气。8福是伫咱的中间，今仔日咱若欢喜去行，欢喜去做，今仔日就会实现伫咱中间的福气啦。意思讲，已经咧进行啊，已经值得咱去拍拼去努力啊。虽然今仔日生活中咱也有一个忧伤、苦痛甲重担，但是伫咱的画面，对每一个兄弟姊妹来看，有济是别人无法度对咱心上来抢夺迄种的亮光、满足的喜乐。这也是咱一世人需要去学习、需要实际去努力去完成的情景，也帮助咱常常读耶稣这教示了后。伫咱的家庭生活，伫咱的教会生活中间，咱有一个更较侪反省、悔改、思考、决志，有更较努力的机会。较年轻的时候，
我看到个一本册叫做伤残的基督，残废的基督啦。我印象真深，就是迄本册吼，即摆找无迄本册，无得看。迄册后面就是耶稣基督压拐杖，哦，真正讲耶稣太摆卡啦，简单讲耶稣太摆卡。伊咧讲迄个伤残的耶稣，耶稣基督，意思咧讲啥？耶稣基督毋是完成伊伫世间救赎的工课啊，是那伊还佫摆卡。伊是咧讲哦，伫基督徒中间，对一个所在要有苦难，对一个肢体也是软弱受伤的。咱的主今仔日依然是受伤的。哦，伊是咧表达这项真重要的代志。有一个受苦基督的这个雕像哦，头前写一句话，伊讲。如果今仔日我的桌顶无食，我的亲人兄弟姊妹，我的厝边隔壁共款拢无食，伊讲这是一个社会问题啦。因为大家拢散，经济无好啊，大家拢食出歹啊，无够通啊食。伊讲如果今仔日我的亲人朋友，这厝边隔壁拢无通啊食，但是我足济，我足济。伊讲，迄个会变做一款的信仰的问题，毋是经济的问题。兄弟姊妹，我毋知今仔日咱每一个人的生命情景，咱的家庭、咱的教会所拄着，到底是经济的问题，也是信仰的问题。如果安尼，咱搁倒转来读一句话，讲忧闷的人有福气，因为因要受安慰，因要受安慰。安尼有啥物特别的意义？搁倒转来思考耶稣的教示的时阵，诗篇84篇第6节讲，因为因经过流目屎的山谷，互因变做水泉的所在，搁有秋天的雨的福气，甲伊看满秋雨之湖，盖满了千古。基督徒的性命，咱的生活爱成做别人的祝福，但话讲做贵人啦。咱毋是贵族啦，那是贵族呢，咱叫做贵人，叫做别人生命的祝福，拄着咱的人感受到上帝的疼、上帝的拯救、上帝的安慰，通过咱伫每一个人的中间，愿上帝怜悯帮助咱伫地上成就这款的福气，同心来祈祷。主感谢你，呼召阮做基督徒，你嘛期待阮。带来毋望，带来祝福，为着每一个世代，每一个活伫阮身躯边的人，祝祝福伫南门教会正兄弟姊妹，愿相信上帝通过阮做一个水的工，每一个人伫你的手，诚做有路用的器具，诚做上帝你伫地上的见证，每一个拢是你所呼召、所疼的对象。为着阮今日所领受你的教示，来献上感恩、恳求、祈祷，拢是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三甲来吟圣诗，圣诗595首，圣诗595首，忧闷世间是迷路，请起立。
请坐。奉献，请陈正宇执事甲张慧茹执事来施献。请起立。即马来报告。第一点，欢迎大家来参加礼拜，感谢苏牧师今仔日的正道。那咱嘛请为苏牧师伫圣经学院的服侍来祈祷。礼拜的后，请大家留步交谊伫地学室来斗阵用爱餐。本周的迄个爱餐的服务是妇女团契。后礼拜的正道是李家明牧师。第二点，后主日第二场的礼拜了，要伫6楼要召开圣乐小组的会议，请有关的中级甲同工留时间来参加。第三点，5月30是端午节，办公室休困。兄弟若有需要，请会当联络蔡顺典长老，也是倪正义团队。集体关怀临时剧组姊妹伫5月初5个蒙主温调享年90岁吼。5月2伊一定举行迄个告别礼拜，预祝感谢兄弟关心带导甲参与。团契消息：5月30是端午节，聚会暂停一遍，妇女团契姊妹请注意。教界的消息甲教界的消息，请咱家己看吼。大多数项嘛家己看。咱今仔日有来宾吼，迄个台中大道教会牧师甲牧师娘，陈牧师娘。陈牧师甲陈牧师娘是吴中勇长老的囝婿甲查某囝的吼。今仔日是回娘家啦吼。咱若是少等会当甲因小可交易安尼。好，咱即摆来行平安礼，咱拢诚做一家人。
来吟圣诗401首，愿全能主上帝。但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保守、引带，甲恁众大家三角地带，对即时直到永世大无尽。阿门。请坐，灭道避讳。